望收看《后生太上宫》，有家太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圖書中阿中古，又到嚟呢老後生人打最古嘅時節咯。呢人講吼，有也有愛，就像金元寶，阿妹係呢世界上最偉大嘅生物，唔過向世界嘅了解唔得嘅生物。唔啦，阿妹係用版型相處咧，阿妹是做過哪條行為，俾人看到會昂踢咧。今日呢就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共同來分享，見到老阿妹到底係感情牛家家，也係唱嘅兩公婆雕嘅四對頭。今日嚟掌聲歡迎了！之前老小幾度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加油虎媽嘅阿志怡啦。今年三樓下手計台李家，大家好，我係有一小兵嘅阿妹嘅李家，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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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層樓下小幾度係阿賢，大家好，我係浩辰哦，浩辰那個浩辰呢？好吧，她是你媽哦？對對對，不是啊，浩辰呀，後生太上宮媽寶嘅機器嚟啦。第四樓下手計台白協，大家好，我係有家阿妹董敬選，佢就董咗下家進行嘅張媽媽嘅中白協。第三樓下手計台後先。大家好，我係有一張唔強應媽媽嘅後先。嘅最尾樓下手計台小鳳，係大家好，我係在場唯一，然後有兩隻阿妹嘅小鳳。大家有講到嘛，福卡度係火怒嘅阿妹，所以讓佢服侍到好好。這樣會福卡度媽媽不開心，那全家人就完蛋，係冇？你下來本台再來分享啊，你心感到阿妹到底係用扮獻、用扮款嘅阿妹好冇？其實真嘅，我細細嘅時候，大家順風嘅人都講，我嘅阿妹就係老虎阿妹。虎媽就抄嘅，老虎嘛，係嘛？我係唔敢講，係佢講嘅哦，媽媽唔係我講嘅，係佢講嘅，黃小鳳哦。因為呢，就係佢做事情就非常嘅嚴條啊，因為規定人哋千多嘅事情。不過其實我細細嘅時候，我唔會感覺我媽媽當從老虎阿妹，我感覺自己係 superwoman，因為佢真係當你開乜嘅事情，佢都會做。不過從我一下已經太埋轉太型嘅啊，我一下看媽媽就當從嘅新年嘅強用。就非常嘅無理取鬧嘛，做乜嘅事情啊，佢就當有自家嘅想法，佢有自家嘅想法出身嚟，佢感覺佢一定係正確嘅，佢講乜嘅都係錯嘅。行講我媽媽當厲害，佢會用非常溫柔嘅方式來勸化來點人。啊，有段時間佢來勸化冇辦法，過後佢就會做戲，做乜嘅點人啊？冇錯，佢會做嘅苦肉計，做嘅阿志怡啊，你真勁哦，我想啊，媽媽我啊，真係味道唔好啊。他真的很會做戲，懂厲害。哦，難怪你沒空用啊，你係師承嘛，師承阿妹。難怪唔可以學做戲，有程度啦。唔係我背念起來嘅。冇照做，因為用版型嘅阿妹，就用版型嘅妹嘅，真係冇照做。嘅你敢知道你老阿妹有槍嗎？其實我知道冇乜嘅窮人，我自家知道啦，因為我媽媽當天兵落冇線落線愛，完全，因為你就係山山落線無下落嘅人。冇，我知道我當聰明啊，冇啦。其實我媽媽學人懂好，但是佢就是有一些面線線，又懂落線愛用嘅人。但是我說我媽媽吼，就有人講呢，有陣時啊，佢又沒有懂自家嘅性格，但是佢嘅性格一種奇怪。嗰時佢問我老媽媽講吼，呀，幸好你絕對冇一款，因為我媽媽有偶像包袱。我跟你說，對不起。哎呦，撒下來倆聲音吼，係我們真的是那個後上台上共地圖的最全面嘅阿妹，是係張媽媽。冇唔錯，大家講到張媽媽一分憂，一分喜10分憂。因為佢真係當為善嘅人啊，看嘅是啲人，我完全係傳到佢，譬如講佢薄片嘅書籍啊，佢想來想買個少嘅東西啊，看到火車頭嘅順紅就買咗那個少嘅50塊甜甜嘅腰鋼哦，佢就講。啊，唔盼得還有事情哦，做唔得啦樣哦。唔過佢哋一下退休了，佢就3件服，全係佢自家買嘅，自家賣嘅，我爸爸都沒有幫到忙。
真紧哦，真紧，起价传落来，所以我觉得真紧冻袂算啊，所以俺们也唔系从外国人验转来的啊，是不是？我也跟他算是蛮像的吧，哈。上来没动枪。係啦，又等英国嘅小氣都凍長眼咩呢？完全冇係係凍精看到。神啊，係啦。就唔講家講意思，我就要問清楚，到底人家形容嘢咩係袂算有袂出，亦係將緊調算判強袂算？冇解意思哦。唔敢講。我意思係講佢袂算袂出，有袂作假，係好媽媽嘅意思。因為主要咩？因為疫情嘅關係哦，就是疫情嘅關係啊。大家去摸條路啊，摸錢啊，摸手啊。不過我媽媽還建議講，哎呦，這個月真用乜摸手多錢啊？哎呦，大把英文嚟嘅時間，我就講好啦，我再從別的戶口。東扣西扣，安樣籌半年喲，並唔會變少，因為有個壓力。係啊，媽媽就躺到麼？太家掌聲鼓勵。不掌聲我會回去被罵。你談過摸埋嘅強容。咩啊？家都之前咩嚟講啊？你沒有想過我讓他看到張媽媽嘅時間，張媽媽好。那我推底部都想到張伯謙講他怎樣。張媽媽看你心就好咧，看你心就好咧。不要是看轉戲吼，嘅張白謙唔是轉不卡咧，他就摸不卡好轉。咩？佢哋下面摸轉不啊？哦，你自家帶都不用教。阿姐，唔係老阿妹，你下行強下帶未？強下帶啦。要衰強下嘛？要咩衰強？喂！你媽媽喺倒底輕用版型嘅媽媽？係沒有，佢係一種都超級貼心保姆型嘅，超級貼心保姆型啊！廿尾多啲啊，行喺中人嫩愛是錯嘅。臭佢當日早晨當然不會俾我黐呢，唔係啊！我啷係捉係啷係捉乜嚟？唔係，全部都唔係，我係講佢無微不至的照顧嘛，就照顧到後生食衣住行啊吼，早晨愛食乜雞啦吼，啊韓國有人神父啦，因為韓國人房間啊變數因後生，我講阿妹唔係啊，基本上也係範圍啊，房間係挨範圍嘛，挨自家嚟照顧就好，挨自家會變數啊。係啦，自家衛生紙啊，自家。冇講出來。冇啦，遲到阿妹要上司吼，挺熱心嘅。係挺熱心上司哦，有時候可以挺幾步，唔過佢真件係講，應該是咩好嘅啦，我到位時間就是我講哦，這個要拿捏一下。撒下兩個阿妹吼，我們在節目上吼，動小弟、動小堂嘅都是係後面的李媽媽。係，冇錯。我嘅媽媽哦，點解新冠讀啲會係就動 fashion，動會打扮，然後基本係動會存錢，還有唔好數人啊，係啊，點解新冠讀啲係動理會嘅生意，是係講現代版嘅阿信。現代版嘅阿信。艱苦。睇白全經動艱苦，因為佢係存錢要塗鴉啊，介是佢係因為係就有暗差嘛，係啊，做唔到顧到自家嘅生意咯，所以想辦法存下多錢，幫佢過下好嘅生活。你哋下要考機嗎？你下要啊，弄咪摸咯。不是你下做導遊，結果接到銀行亞美國豉油攬茶係嘛？唔係啦，是茶樣，我頭先講翻佢冇同量啊。我媽媽係就要攬茶，佢係要攬茶小子，我爸爸係要攬茶司機。有咩就做愛情哇，係沒錯。你咪傳統亞妹呢，就是兩下仲會做咧相關。其實我做呢個工作唔係因為記得，係我自家聽校教要存錢，我想點點不卡，因為媽媽聽我念咧。你剛剛不是這樣講。難怪你剛才結結巴巴的面，你要叫人盡興過咧。難怪剛好係按我這個阿妹是的，阿妹好都要處理啦。我啲強下上年你做咩咧？我啲理解嘅咧，係啊，咩係理媽媽咧？孫嚟點啊？要好嗎？要好用嘅，要好用嘅，要好用嘅。哎，真緊哦，真的是不能講好話。我真係容易擺好。兩三銀行，哎你財倉哦，那自家兩下就服侍一尊阿妹，兩三個服侍兩尊。哎，王小鳳。冇，其實我啷講，我係本意條服侍嘅。哇！我係嘅聰明愛，我嘅真件就係榜樣點嘛，佢就標準咧，你形容係嘛？佢就像頭擺整隻嘅王寶銓，佢做出是三長四短啊，唔係開玩笑嘅，佢真件做到當好勢，係應該細龍準班子，我啷講，我啲架副卡比架拉嘅，就我細橋嘅，行卡太。哇！一天我假使年啲高雄，一天打電話問我，安排叫我點轉？我講我差唔多5點轉，佢5點半10分鐘得冇？
无6點好誒，哦好好好，啊食飯要上面，講佢要上食飯，誒，啊有空用無？冇呢，你喺一步，哦好，佢就去。對，結果真見啦，9點食飯佢一定冇幾嗌，實用人啊！ 9點食飯一定冇嗌。對啊，你都在喺聰明哦，也冇卡圖嘅使用，你一定用錢嘅。行開卡啲牙數放啲台邊咧，見見啲高向咧，你嘛？聽講埋好威脅感覺呢。客氣咯係啊，係嗌卡定嘅，你做你對家做講一半。嗌殺定嘅。原來係有人質啦，因為人質到人受控，所以家妹吼，因為人聰明愛吼，唔敢對你做乜嘅。唔敢啦，佢真件想嗌吼，比想嘅拉人較想啲。佢真件講多盡啦，牙妹有想嘅。牙妹咩東西啊？其實真咩動厲害。你啲話藤條一怪怪，啲咪想一下呢？又喺高橋，不如試咧吞吞吐吐，不如先結實。如果講實在牙妹，佢真件係講傳統嘅客家婦人㗎。嗰個我要四頭四面嘅長腰做。係三長四短，佢就係寬短、大短、細短，係咪？等下，唔咩啦？唔過佢真件嗬，頭擺講看佢就硬生生出水，你知冇？真件東生，佢頭擺嗬，2時頭要愛做些，做些轉來以後，5、6點下班咧，行開馬上啲貨卡煮食咯。佢從來唔去老闆買，一天啲貨卡煮食，煮食以後又要洗碗。洗完以後又要吐洗人嚟寫功課，寫睇功課以後又要去洗衫，最後你規家人洗睇以後，佢可去晾衫。嗰時我做牙尾，佢細家真件動強，真件吼，我卡到。然後冇佢用，我係發自內心嘅我動牙尾。我未係發自內心講緊物解好了，還是給自己媽媽掌聲鼓勵，掌聲鼓勵下哈。你觀眾朋友們想下，牙屋卡牙嘅阿妹到底係乜嘅款嘅阿妹？韓國阿妹是做過哪條事情不能知道？真緊都唔掉。等下再來繼續落睇下，強下來分享了。有一班人就行到一間嘅牛軋糖嘅店嘅門口，有一三人就行出來就講：哇，你係嘅牛軋糖啊，真係凍好食呢，你唔係佢糖豆誒？就這樣，只有你去講。買包口味，全部種貓，牛軋糖種貓。所以裴薩是很多是走在那。哦，他從小就這樣教訓我，只要別人看到的錢，就是可以拿的錢。所以呢，天哦，冇人係看到那一片哦，全之所以不給看到是冇的。難怪我用多半嘅錢，總把錢就讓佢拿啫。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現場，你上一堂原本個大家就知道講，係設計媽媽到底係用版款嘅媽媽，唔過到底媽媽係會做出哪條行為，不然知道嚇，用會按樣現嚟共同來看一堂影片了。要董景才最後一顆呢！哎呀，阿妹，我要加油呢！哎，電梯呢係冇事。哦。盲才過3秒，喊咗你食。有冇個條面表？好食。阿妹，點解冇什麼㗎？先有一個包一種嘅啊，我去亂小來幫啲天魔嘅地都嚟啦。哦，中嘅哦。阿妹，你阿婆那還拿來個中嘅啊？就去年5月啦，我這邊都病庫地都冇拿出來，不過因為很多的事啦。阿妹，我快啲嚟啊！用嘅可能啦，幫啲病庫地都嘅東西，用嘅可能會快嘅。阿妹。我嚟啊。去洗漱後食飯呢。哦好。阿妹。好。你好，我送俾你母親節嘅禮物啦。母親節禮物。哇！佢哋唔愛茶呢。真
种的就唔是带电舞啦。哎，呀吼，是迄对美国带种那个 coach 呢。我个 coach 啊，哎呀，一龟呢，喂，送你啊！哎，我就讲哪一堆啦？哎呦，唔讲唔讲，了诶，你是不是来呢？哦，要名出来，哦，讲嘅不失礼貌。安尼。最近啊，有穿较多一些的啦，古时候就想讲吼，包一扎红包送分。哎呦，迄有商人存钱买个，唔似家己点。哎呦，也迄个投资存到嘅啦。是不是人生都合忙家人，唔似家己来做家长好嘛？不过有好咩动创有创运动偏好啦。哎呀，你有意思吧呢？很迄个本后商人偏好的技比唔讲错嘛。哦，家吼，大家看到了样片拄一拄的阿妹吼，其实阿妹吼，今日无来吼，我真见吼，我看到佢就相当压迫，完全同样做一下哈问大家讲，压迫卡，压阿妹到底还会发生那种知道啊？有冇按那个事情啊？自己？哎，最拄唔掉的就是俺妈妈真嘅清好乱买东西，故说佢一下爱请我去用嘅，我就讲哦，唔是，你唔是用嘅，你啲物卡出好嘅。你用办讲，佢可能看到1、2、3副动奖，佢就用办吃假种猫，全部嘅 set 都会买。包色，冇错，唔但抢包色，唔但抢做嘅3副包色，有一班你就行到一间嘅牛轧糖嘅店嘅门口，有一3人就行出来，就讲啊。你係嘅牛轧糖啊，真係凍好身嘅，你唔係佢糖豆嘅，即係只用你去講，我啲包口味，全部種貓，牛轧糖種貓，再過來呢，也唔單止愛用去國外面種貓，喺日本呢，你去嘅 Okinawa 有乜解嘅殺條嘅熊嘅殺熊嘅，公司嘢的，冇錯，獅嘅熊，結果人就看到個獅就哦，很得人笑，種貓，已經種量啦。你用嘅獅嘅熊太雜嘅，帶進來，係嗰二種哦，太雜嘅，當看起來當厲害，唔過呢，細雜嘅看起來會上等一下，細雜嘅未帶進來。但係就講，你做乜間而家殺條嘅獅嘅熊咩賣？佢就講叫佢轉來，我擺以後要開傳堂啊，做地用，結果佢咩冇開傳堂。嘅獅嘅喺一塊喵糖真會用到。冇錯，係講咧，佢啊未清好控制呢個聲音，像以前佢就會講，哦，你要做乜嘅衫褲啊，看來真會正啊，看來真會亮眼啊，會好看啊，會上癮啊。係講啲書啊，我通街件好講佢咩講，像我一下太陽係冇，佢會講我喺交往嘅對象係乜啥。嗰時候其實我係咪對呢個聲就有輕度嘅希望，不過最後就係希望呢朝定嘅嘅鋪書來做。所以你下阿自己出外，到底做乜嘅佢會前道路衝前路嘅咁樣，因為行咩都留行人生路安排好嘅。冇錯，我嘅阿妹就係我嘅導航。係，因為行嘅人生路。你衝正。所以你下就會衝正，好嘅。你而家嚟講下，人媽媽係用白錢嘅媽媽。我最拄唔了我媽媽吼，佢就當接上個命路講乜嘅。因為呀，他太講嘅是種皮吼，爸爸媽媽都當下用嘅奶嘛吼。但係只有成傳嘅長輩圖出酸嘅冇相關。唔過我媽媽就當下講嘛，命路講乜嘅，基本佢傳來老外講，命路講吼，6種人做唔得搞，7種人係乜嘅，天氣種人係用白嘅性格。嗰時我知道我媽媽吼，當下看命路嘅動作嘅訊息啦。因為我基本嘅命路講吼，做唔得去南部，因為南部我有乜嘅田在水泥，嘿，錯，就有愛用嘅酸命嘅東西，佢咩先吼。嗰時我知道我媽媽呢。當好講命路講咩係最多唔了嘅事情。有相信因為因為種皮是太硬，佢嘛唔會用命路，所以佢接上看到有幾很拉啲度嘅動作去圈住，所以接到呢現實嘅時候，你做後生人呢，這次其實也是提醒你，這個你要從頭全部卡到，也要相處一下，然後佢講，其實你係唔錯嘅，你要用講。所以其實他們為什麼會相信？因為想講啊，愛來了愛買都不相信我，媽媽會讓我講對，所以我只好相信網絡上說的話。
嘅八点可以讲一下，我起到亚美嘅故事吼，真紧从欧巴嘞，又都有在那个翡翠变烟哦，真紧哦，好得很矮。你個故事係各種嘅書節發生嘅。哦，那這數期高睇，真係講啊！各種嘅書節我去補習嘛，補習去到外部學東西啊，所以叫我本來學盤嘅錢啊，吼，一串係差唔多80 K，啊，而家禮拜啊差唔多要補習4日，啊樣係幾多錢？320 K 哦，你團款基本係幾多錢？300 K 停，啊，20 K 用家上我自己要想辦法。韓國嘅你唔單止係用呢個，假使吼營業補習6日，按樣係幾多錢？一禮拜補習6日，假使係按用呢480塊，對不對？280 K。哎呦，基本半日500 K 哦，啊講啊20 K 半日，一下會讓你投錢呢，找錢啊！唔但講按用心聽聽，韓國家剛剛講了犯罪邊緣時期內類咧，就係愛哦，有隻習慣到愛福卡，自己嘅奉獻地位度哦，藏錢，因為空錢。嘿，我做乜嗰個空錢咧？因為愛媽媽哦，我試過愛見風地位度亂翻、左翻、右翻、上翻、下翻。有一擺吼，我發現到愛透向地位度嘅錢啊，唔見睇咧。我是問哦，我看見講，哎，家裡的錢怎麼會不見呢？有冇外人來到家裡面，我就問哦。然後他非常大方哦，哦，我拿的，他想講，哎呦，你怎麼那麼大方？其實他們心裡呢，呢個因為我要搞懸疑，我看到嘅錢就係菩薩做的那度嘅錢，你都我背嘅書節咯，因為錢冇寫名哦，所以菩薩是看到是做的那。哎呦，他從小就這樣教訓我，只要別人看到的錢就是可以拿的錢，所以嘅錢哦，無論係看到哪一片哦，全只會本給看到是冇的。難怪我用做當嘅錢，總百 K 就讓佢拿着。我哋見到呢收100 K 嘅呢。哦，難怪，就是要點在下地咧。不過喺係提醒大家好，呢其實係一種犯罪嘅行為，所以大家千萬唔好模仿。假使到我輩，他可能就不應我就再走了哈。該一點來講哈，你媽媽有那條事情，不你吃到會嘟唔掉。其實就係講老嘅阿妹嗰種變數嘅概念，少可能冇乜空用啦吼。就大家頭前面有講到，佢會落到捱房間，然後來處理太細事情，然後乜嘅變數啊嗰啲，唔過嘅有啲東西係變幾嘅，啊佢原來係細到哪位嘅地方去。哦，一係講哦，嘅講米體奶啊嘅素體奶啊，一般嚟講其實出價呀嘅米體奶出價米就可能有米高就好咧。我係就想講，應該先來著高體奶過後，爭來米體奶。韓國嘅米體奶係強質芳香，喺講來肥，安尼其實歐洲東西係喺度幾片啊，無前提去嘛。啊，你用我自家米嘛，用咩老手咯？唔係要自家米，像喺講亞美真件好聽熱心嘅。我其實唔知嘅意思條冇到屋卡嘅，就老人屋卡就總過一邊嚟安尼去啦。亞美唔是啦，佢一般係自家來就好嘅啦，冇人係看到吼。我就看唔慣啦，係就會老人種嘅咧。其實我咁講，你兩聽下講法，那挑戰嗰啲地位可能梗係要強用咧，是校友嘅最等個要講咩？哦，是你設計長，你要興見，冇長啦，你讓我長冇長，到底係你慢慢會做，係你要去做咯？看起來可能怕係佢想我捱做，想我攞佢天數做啊。其實係你想攞佢，你想興佢做。其實你嘛想興佢個，佢嘛想講，我這樣幫你弄到亂糟糟，因為自家做，因為順勢撈副卡都打扮好。結果冇啦，結果冇。龍生嘅是用心良苦。哦，原來媽媽用心良苦，跟阿小鳳咧，有那條東西。佢要當到形容詞，因為佢要面線啦、老熟啦、得啲啦、尿調啦、濃啦、嘰喳啦。好咧，唔是嗰講咧。唔係，佢仲真見動力可能點啊？因為人家呼吸然後我哋喺大地方冇共用。啊，古時有上時候有乜嘅掛號啦。有上時唔係防彈，有可能係違非上嘅情愛啊，客家電視台上嘅情愛啊，啊古所謂機關好來唔知嘛，佢搭嘅防彈係喺長橋無氣，佢就會搭動多種，就動槍好像被人家開動多種防彈唔知嘛，我咪看就開始，哎呀，人家錢係變火燒，要打水漂啦，哦，那穿牆按拐係哪一叫那個防彈？就開始經驗唔掂嘛，哦，佢仲在真見動力，應該唔可以停咧。真見，阿妹，你要上次會遲到講。
妈妈吼，这种嘴到底是不是机关枪做的？给面对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想讲，阿妹念过你内道事情，等下将来继续老太太分享有实太经典的阿妹为念你嘅记忆，等下将来继续老太太穷下来分享了。第一条啊，你大台上马山，妈妈注意这种养蛇时间，唔系啊，你问我讲你大台上马山，唔系啊，我问你啊，我系你强嘅系冇？你強嘅，唔係從你是從爸爸冇從媽媽。夾邊咧？梗係你講咯。我就講誒，你真嘅冇其他嘅感受，冇感覺會所謂感通人啊，係乜嘅？冇啊，就係用綠菇皮嚟，冇乜嘅感受啊。太食材啦！有。嗰陣你那係談戀愛，你老娘嘅五朋友出嘅大嘴骨見面第一個你掉六。哇！歡迎所有嘅觀眾朋友到咗嚟後生太上個節目現場，你上台就問過大家講，自家最拄唔掉阿妹做嘅事情係乜嘅唔過，你客話有講嘛，不卡毛嘅弄弄破，烘烘手毛，等下來看，你哋下就來看一下阿妹到底會念乜嘅，第一個我相信，先到你們談過，你到底衝到乜嘢咯？衝廿八，是兩記，是菜。你我背啊！你冇，你見到夾夾來冰槍來好嘛？衝夾嘅。其實你條路下做樣辦做到等好。穿幾錢？多少錢？嘅年終有幾多？我唔會亂講。誒，其實你很讀書吼，很做事吼，有人認真就好啦。你啊看哦，看那樣片，看那眼粉。你咩戲啊？你最好轉人嘅媽媽已經講過。點嘅？我相信咩？聽到人講，聽到人談過。食飯愛人搶嘅冇啊？係愛人搶，係啊，搶啊！愛人搶啊！你咪冇限哦。哦，第六，你講講幾時看啊？你好大個個，好大個做一個。哦，第七，天冷啊，天寒啊，真寒啊，加涼衫褲，咁咪冷到好冇？哦，講緊要啦，未知道。第八，9點誒，忙睡。你咪忙睡啊！佢健講誒，拜託，我就睡越高，所以太高漲嘅忙睡。哦，再來，唔看佢隔壁嘅阿妹，極強唔看，學幾好冇啊？係。哦，佢揸強嘅啦。第二句，我咪接上堂度，一件事情，我人講900，你係牛係冇？講唔會分享。我嘅好。嘅後先，媽媽曾有講過冇？聽我講。第一條啊，你大台上馬山，媽媽注意這種養蛇時間，唔係啊，佢問我講你大台上馬山，唔係啊，我問你啊，我係你強嘅係冇？你強嘅唔係從你是從爸爸冇從馬山，夾邊咧？梗係你講咯，係啊，咪係我當你從馬山咯，係啊，唔係從你是從爸爸啊，係啊，還有啦，第10條一件事情見到病，唔係我媽媽學是咧凍結啊，轉緊凍結。佢又買事情輕易做，你是夾夾去做，冇做佢是會經驗哦。講，哎呦，幹嘛上一秒叫你做，下一秒就問你說做好了沒？哪有可能哦？我用其他嘅事情來做。你媽媽是不是主管啊？動作主管嘛。佢成日前見凍結，因為結到吼，有時佢前見冇辦法，我講，你現在做嘅事情，我會做，唔係乜嘅事情，我馬上去做。我應該自己嘅事情啊，我要合家合慢合重要嘅嘛。我們事情要輕重緩急嘛，係冇咯。佢現在做嘅事情最多係你衫褲那係寫。蛇貓唔係我哋下事情忙做睇啦。哦，真緊吼，嘅其他人嘅理解，你阿媽媽接上講乜解？像我記得我媽媽吼，最接上講嘅就係天冷嘅時候記得去做呀。哦，唔講我知道大家都會講，但是我媽媽同我辦，因為我辦呢。你講天冷嘅時候記得做，哦，我就滴。然後天冷嘅時間記得做乜嘢呢？我就好啦，滴。唔講我都冇做嘅時間吼，佢下一秒鐘，馬上就拿一大袋嘅外套。拿到我嘅面床，一睇袋嘅乜嚟拿到我嘅面床，夾做，係咪夾按用做？我說我就知道懂麻煩啊，唔好按用。其實我哋係有愛心嘅。有愛心啦。咩啱咩大伯就講，喲，你揾嘢係，我講冇啊，懂寒啊，唔要做啥？然後我們都懂寒嘅，有一種人吼，很多阿妹吃都唔會冷；有一種藥，很多阿妹吃都唔會藥。所以吼，媽媽真嘅。
有看俺俩他真感真人会人，俺会人嘅这个会加上啊所以有上是味道俩掉在芥末酸皮的青色嘅芝麻绿豆带，这些事情都上凹上炒，然后就问太讲味道嘛该事情食到阿妹上凹上炒。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係，因為嗰時我就將夏天我嘅第一條歌曲就會點嘅嘛。留下來嘅這呢了半年，愛你時常再來看看的你，留下來嘅這呢了半年。嗰時呢，我將6條歌後，我準備去報名以前，我就非常歡喜，因為我感覺我設計非常滿意。每當上去家人我嘅阿妹分享，我就搬吉他，出去你嘅菜檔吼，吉他睇過後，佢就講我句話，我感覺啊，亞蘇歌曲啊，彈起來就會彈過去咧，就像你小溪洶湧，就愛用流過去咧，就愛用講法哦，我就講誒。你真嘅冇其他嘅感受，冇感覺非常嘅感動人啊，係乜嘅？冇啊，就係用流過去咧，冇乜嘅感受。食菜啊！哎呦，食菜啦！我睇到真嘅非常嘅感慨，又非常嘅甜。沒有想要轉身的意思。因為你一條歌啊，佢特別講嘅時，佢做啲教出來嘅，對佢嗰個動重要嘅。係，嗰時嗰陣時，佢就講誒，你用愛用講法哦，佢就講誒，你愛配上人糖，你就會接受配上人嘅批評還有字頭啊，我就非常嘅甜，我就講，你用咩配上你，我就講，我以後唔會再配糖，我嘅作品咧，就此就走咧。你俩還有繼續搬阿妹糖嗎？然後有完蛋了，回不去了。好啦，冇事情了。冇啦，因為佢真嘅對我嘅標準當高。韓國有啲時像以前佢看我鬧呢大擂台，佢唔係聽我唱咁乜嘅，佢講我感覺你也是吧，做一兩三不懂這，真嘅懂好看。韓國就算你會做啲兩三，你會帶也咁乜嘅啊？拍電啊，愛帶乜嘅耳環啊乜嘅，因為佢聽我聽到嘅東西。係。是會講缺點，唔會講優點。因為我第一句係講嘅，因為之前有分享講，家妹家己特別表演一些阿妹的下輩就拿定天挑，黃先生的電機，所以家妹真係當啱挑阿妹希望你好，但是你已經變太硬了，你下雖然看起來當像國小3、3年生，不過真嘅老太太講，佢會30歲了，不要這樣。唔係30，潮哥30歲吧？是30歲，唔係30歲。我講老娘顏色講出來嘅，後生你是老阿妹，因為乜嘅東西來上熬上抄。哦，該是高中2年度或3年嘅時間哦，該是讀學校嘛。該我哋學校要係學校嘅教隊。下課又要去做事，我又要教育團，其實時間都唔難用。嗰時候真哦，我媽媽成日講，哎呦，你老妹按怪哦，你又唔會讓老妹強用，怪地唔卡聽書咯。是好發錢又好冇會走來走去，唔係啊，我是按摩很緊要，又要做事，學校嘅事情要當多事情。你老妹幾多事哦，佢成日按到當然地唔卡冇。慢來飄飄走。係啊，你該按時，慢來飄飄走，你也冇驚吧？係冇？嗰時我去嗰時真嘅壓到，我說好啊，你講，你冇去轉咧，我下課我是全部3副完好，未做成嗰時教啱個團咧。還有哦，嗰時最壓到嘅時間係我係帶到朋友嘅屋卡，佢當然上癮咯，帶啲朋友屋卡，隨啲街，就算紅衝嘅時間，讓佢屋卡晚上去上課。哦，好不要你啊，用心。該是你下上學是感覺，你好壞哦，你沒壞過嗎？我沒有。你到底係壞嘅？你到底係你很壞到兩下啦，你係壞該死啊！佢係壞到兩下啦。其實你自家睇時節會知道，阿妹講是按樣講話，是希望都留下來讓佢做伴，那個陪佢，他想要每天看到你。你講個表態的風氣，表態的風氣唔錯嚟，白 cam 來講下，神奇的張媽媽又來了。來，我老眼妹吼，人家吼最想炒嘅東西係因為我大學畢業嘅時節咯，為到校慶會嘅問題大吵一架。因為我大學嘅時節是半幾錢咧，是半幾校慶會嘅。我大學嘅學費啊，嘛嘅錢啊，算係自家出嘅之外啊，還有半幾錢啊用。結果咧大學畢業嚟，佢講我校慶會提高咯，會漲價咯。提價，
因为你出社会了，你负担咪一年下高咧，所以你咪对你爸爸妈妈嘅负担咪下多啲啊。我也有道理，因为基本工资都涨了。只有薪水没有涨。我就老佢講啊，我今年我半年後千富又係我自家後年今年咁樣做，不過其他嘅同學你看，有啲同學嗬，唔但係冇半年加外錢哦，佢做啲納錢呢，咁埋生活費，所以就希望父母啊改變攞啲納。我講話我自家今年嘅付出咯，我喊人嚟提高，佢人嚟動作係這種妻子強榮啊！你想來係為到因為養老嘛？我就這樣問他，結果佢動啊的，他就很生氣，然後他就衝到那個巔峰的地步喲，他就衝進去，拿着那個銀行的那個賭錢，那個賬本啊，那個存折，幾張問題，哎，你怎麼知道在哪裡？你住弟弟那？哎，幾張問題講，哎你。該愛錢，你拿着會做嘛？該他就想說2選1，你選，因為本來大家也好幸福，然後你愛讓你的錢全部拿走，他就2選1，你自己兩下選。媽媽很強勢呢。給你嘅存款密碼。基地，佢會逼嗌講，我 FB 啊、Line 啊、IG 啊逼密碼，佢簽啲。啊，佢認了沒有？有。姑嫂，你那還談戀愛，你然後兩個女朋友做個大嘴鼓，裡面提供你丟六。你媽媽真的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主角哎。真嘅，哇，這個控制，你阿媽媽係拿個遙控器該家係嗎？不過你下整個工轉來啦，佢哋下還好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啦，他也體諒一下眼啦，結果吼好幸福嘅部分啊，就是水洗啦，水洗功德，水洗功德自由捐獻，但是不可以低於8000塊。跟你甲本來講哈，你吃到亞福卡阿美加講個1000單丟溜球按到。真經想要去改替嘅性格、改替嘅習慣係乜嘅？其實我知道我媽媽懂愛愛啦，不過就係聽愛眼力的，因為我講呢，因為我媽媽好懂愛買東西，像自己媽媽強用懂好亂買東西。故說呢，喺個愛平常時候講到，哇，要不然我知道愛心嘅東西懂得影響嘅，它的關鍵字愛心，快是搜尋懂得愛心嘅東西，見買不愛，見買不愛，見買不愛嗰啲喎。冇錯，談起懂得影響，但是講到吼，按用到買東西愛。不下動到唔掂啊！叫佢買到人健康、人面床都看到。冇錯，嗰時有一部藝我下都到係愛錢嘅東西，我就動腦愛錢咧。係嗰時我就希望我媽媽愛改發出唔好亂買東西，冇好，他一些嘅斷捨離。阿妹，你去來到亞比好咧，我們也歡迎阿琴姐來到亞比，然後大家分享樣板斷捨離。觀眾朋友們想下亞福卡亞嘅媽媽都帶喺樣板，而家講到按到揭掉，唔過阿妹真經為你付出，千就有那條感情嘅故事，等下再來繼續來分享了。佢提擺來哦，撈個羅哥強下貼上嘅相片啊，兩下多兩下哦，很用啲幾封建。啊，佢係每一塊咧，你所以看到，喺正前方係用嘅。佢像阿公婆咁樣，佢係掛個白檔啊，你差唔多按太重。你講嘅係用你做檔，你講嘅白檔嘅，冇強用。豐富他媽做啲那張禮物卡是加掛。你喊唔啲用啲。誒，禮物禮好心，用多鬧熱大擂台。歡迎大家到咗係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喺你家講到按到吼，其實媽媽做嚟聽到自家看咧看唔過，也係講哦，自家吼會都唔了解事情，唔過其實又相信我們不是站在那個位置的人，唔係阿妹嘅心理吼，唔啲啲阿妹係全部為到自家子女來想，所以又相信緊緊吼做出我們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阿妹畢竟係阿妹。佢做個動作不按你祈禱，當感性嘅事情，好先生來分享，你祈禱，你啊聲音地圖，你祈禱，當有印象，當印象，當簽嘅事情。其實哦，頭先講過按多，佢講緊咁講媽媽唔係按好，冇啦，媽媽點解先講到係當重要嘅原因啊？我成世界去做事，盡緊從而當冇限，我自細讀書到大學。學搞乜嘅事情，其實乜嘅法度其實冇來過。其實媽媽自家未定，我自家未當虔誠平安啊！到後來我係比較鬧嘢大擂台嘅時間，啊有一擺媽媽真緊哦，會啲慶祝時差來台北。其實有限嘅比賽，其實有限出來上來看，然後看嘅比賽。很記得我提一擺來哦，撈個羅哥強下翕相嘅相片啊！
俩下大俩下哦，很平伫幾風景。啊，佮係門一開咯，已經所謂看到，正前方安尼。所以像阿公婆咁樣，佮係掛個壁檔啊，迄細差唔多安排咗。你講嘅係平你做檔，你講係壁檔嘅，冇強用。也很會掰，也會，給神主牌下尾留神。係啊。有經過嗎？哈，經過字。冇啦，其實還有該比較沿途種咳嗽的時間哦，該是媽媽啊、阿姨啊、姨丈嗰啲全部有來，喊做該風普跳哦，匆匆喺一跳啊，其實該是看到自家感覺都排泄，不過未當感性。排衝誒。係啊，是媽媽佢上跳擺哦，冇系統嘅按到發痛啊，到兩下佢坐低落又喊嚟，佢是會想要彌補一下。其實應該係講媽媽當感性啊。你風普跳嘛坐低那張戲服卡自家掛。你喊唔啲表現。嘿，禮物禮後先，用多鬧熱大擂台。我簡單講，佢本來我係已經做，因為你下開個冰龍潭。差熱絲咯，幾時地方可以冇辦法大概風紙條。人形立牌。哎，你做的變成人家種條最有名、最全名的。哎呦，真的是以後看到說，哦，你還能鬧熱大擂台。你行我轉去記到係咪已經講緊傻 K 記到看到，哦，你寫一杯比賽從過計咗。哎，你嘛當好呢？講啥屁啊？其實因為媽媽其實有得關心你，會覺得哦有得關心的感覺，真的是有媽媽非常棒，給阿姨顯呢。係錯，因為我高中嘅時間嘛，就之前有個社運時代嘅事情嘛，我非常嘅迷記到啊，第一擺是表演冇聽到。第二擺準備俾人切價買票，冇買到哦，就心情非常的不準啊。因為我未知道一件事情哦，其實佢當日早晨我去爬山啊，然後佢山頂嘅嗰啲山友吼就講話，大嘴鼓嘅同事就講到講啊，我冇買到票啊，用嘅，因為提供嗰啲山友嘅稱要倒出來嘅票，結果吼牙尾啊就冇講天意計劃，七隻樓嘅佢係起碼係最貴嘅。天意貴嘅價錢嘅票七隻樓佢買下。係咪就錯過？你一件事情本來非常嘅感動啊！佢而家嘅計步一件事情用到一地方用錯嘅。外地唔啲下家幾句話繼續老陳媽媽講，哦，繼續計步到你嘅中意嘅團。啲藝啊，說當過啦。其他地方唔好聽計步，最好唔好嘢到夾健康，哦，會欠，哦，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嘅社會時代部分都得繼續計步，嘅阿志怡咧。像其實我人生入邊都當創一個一隻集團就會去劇學嘢嘛，嗰陣時我過上5年生日 P 嘅時間，你就會早晨5點就會向上開始練功。冇嗰陣時日 P 嘅時間，就會好多很慢嘅生日，嗰時候就本個欣賞更險嘛，更講哎呀不適合就不要練啊，用慢繼續要堅持咯。我就會打電話讓媽媽叫我，媽媽就會讓我講冇，你一定要堅持下去，我本欣賞看做得到。嗰時候我媽媽就會打你咯，早晨咯4點半，佢就會打電話俾我。係咪紅蟲樣吧？佢愛比其他人下之後就開始拉筋啊、暖身。係韓國後來我就發現講，我媽媽其實大概有啲時早晨5點就會偷偷來看我，看我要好好練功哦。係，佢係為到我貼片都好教做嘅愛心媽媽。係，因為佢想就做嚟照顧我。故說其實也係非常嗰陣時非常嘅埋怨講媽講，做咩該愛得我過去嘅片就是受罪。我也真係就非常感謝媽媽，因為呢係我冇見過愛用嘅過程，我就係非常惡毒嘅聲音嘅。媽媽我愛你。雖然媽媽對你動念條，不過媽媽係希望你看你下出社會咧，因為亭亭玉立。這個部分我是不知道有沒有。有啦。哦，最少吼，你看你表現嘛，動傑出，所以媽媽係希望經過安度嘅訓練，你做得很下健康嘛。該理解，你下本太後來講下，對媽媽嚟講嘛，該神夢暗自些。我真係老阿妹講當到嘅神夢啦，因為我還蠻有愛老阿姊嘅時間吼，佢其實呢走條路係走東河嘅條路，不過因為叫我老阿姊，故所佢老條路辭退。你順勢動槍先先叫你真叫阿姊。哦，叫我阿姊老愛嘅時間吼，佢老條路辭退咧，係，故所我知道因為媽媽吼為到家庭老條路辭退，即係非常偉大嘅事情，韓國大嘅事情，然之後底下講按用嘅犧牲真係無按過。係，所故所我媽媽對我按用呢，我做動感通以外呢，那我就係我
各种的时间要去到遐去考好烟嘛。我有一摆动有印象，就是我去好烟，我住校生活嘛。我妈就都唔攀得我，啲时候劲叫，叫到木质栏杆。我住校了，超！我嗰時就吃懂奸笑，我还骂我妈说：“你这么该叫，你冇按奸笑呢？”你知嘛？不过一下我上海，我觉得非常内疚，因为每次喺真正喺我妈妈懂愛我，其實我有按用嘅反應。唔攀的，因為動上唔可能去帶好教帶好了，老佢對佢來講，即係你真正帶到國外嘅感覺。超。因為講去外現實，你就不可能當你轉播卡。係真嘅，我想我非常感謝我媽媽行好多一下，可能我一下到條路都冇行，然後我賺些世界，然後又買個基金給我，我就知道懂答應。我說我老媽媽講，希望你空天然後快樂就好，錢我來賺就好。哎呦，想問一下，你有介意比你年紀大的兒子嗎？我只適合養2個。我真係要生隻阿妹冇關係。嘅小鳳咧，佢聽家要講到即個媽媽係一個懂傳統嘅客家婦。懂傳統，唔過大家睇我自己嘅故事，我咪當想補充一下。阿妹為到去做愛心媽媽。阿爸因為細細從前，阿爸為到土愛做家長會長。我家長會長誒。係，阿特別學科我都冇使家下，我就會看到阿爸企喺個門內看定我。我有一個阿妹。我實際上我講阿妹用嘅事情。因為佢真嘅唔曉得事情，佢前一夾夫胎哈就打唔出來，你知嘛？佢除得賭錢就會賺錢。你真嘅唔曉得事情，你有一把出去搞吼，佢聽話，乜解就唔是準備哦，佢聽話帶茶，嚇，切好嘅水果，用啲作蛋幾年嚟無人識得變嘅，嚇，嗰還有嘅10號嘅包廂，你出去了以後就講，點解出去了去電腦擺10號嘅？你講做唔到，我總要退好了，一定要做去做哦，其實佢係為到我哋食到健康嘛，其實到呢下佢所有嘅錢就係。為國家嘅東西去買，佢冇為自己買東西嘅。佢30年前嘅sản婦多啲下很多嘢做。即表示了嘅清好。哦，係啦。係，我咪懂厲害就有誒，佢名一下就提供，哦，你好了，你順面咧。這是媽媽的特異功能。厲害。我知道，因為當多嘅媽媽其實當上來為到其實係子所以希望媽媽吼，又來試隻正經嘅10萬來實踐，他不能實踐，你有撈幾時咩？你賣本機，你賣本機咩？其實佢來就蠻快賺嘅，50六萬多本嘅，真係死掉嘅冇關係啦。我本啱未做得啦。白強，最尾來講一下，雖然阿妹對你起舌頭動眼挑。真緊哦，因為你啊吼動因素來講吼，白劍已經真緊動槍訴求呢。你下動槍張媽媽咧，根本係訴求2.0嘅。其實咧，遲到係動煞皮嘅事情啦。因為有槍細細嘅管動音啊，所以你啊行嘅行會啊，今天嘅價值觀啊，全部動槍機。那幾度啊，寫書之後，幾度是動接，讓人講哦，你說你長大，你一定會謝謝我。其實到你啊行嘅講了解，真的有時候個體語很寬的頭白，你才會知道他當初的用心良苦。所以緊緊張媽媽，然後感強你，那邊哦你哦。其實因為我們在他的身裡面，可能看到很多素秋姐的那個素秋姐是嘿，你是素秋哥。素秋姑。素秋姑。不過真嘅呢，你客家有講吼，寒上濕絲涼，冬過時候知足用。你咧客家歌詞嘅東沒有一首歌，人都愛講出來，隨時講出人心關度嘅愛，就係對媽媽最好嘅感謝。下禮拜你聽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睇成功。要客家歌，上嚟了，拜拜，拜拜。張媽媽我愛你，好像叫別人媽媽一樣。張媽媽，今年9我愛你哦。誰呀？媽媽，你愛我媽幹嘛？他媽愛你媽的錢。